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世界棒球经典赛就准备比赛咯。其中 A 这组的预赛就伫台湾来举办。今仔日是报道日，早起包括荷兰、意大利、巴拿马的球员，拢已经平安顺利来到桃园机场。大批球迷就伫现场要看一个球员的风采，尤其是荷兰队的教练人气上界旺。这个球迷是准备着球衫甲棒球要请伊来签名，伊嘛真有耐心哦，一个来签名。看到介意的球员出现，球迷紧摕着棒球，或者是介意的球员的球衫，冲起来要手翕相求签名。大部分的球员嘛拢未拒绝。亲切配合，搁比一个赞。世界棒球经典赛就要到咯，3月3号报道这天，意大利、巴拿马、荷兰的球员全部拢平安到台湾，去饮着真济杯，将等待要来接机。看到球迷热情热手拍招呼，球员搁主动行过来，伊是这边荷兰队的教练 Andrew Jones， 伊捌是 MLB 的球员，比过5摆的名车赛，搁摕过来的奖。后来转战日本职业棒球，有球迷专工炸日本职业棒球球队的球衫，要来请伊签名。谢谢大家咯，意大利球队内底有13球员有美国职业棒球的经验，其中红雀队的 Andrew Plante 伫2022年大联盟的菜鸟年就拍出6胜5败，防御率3.21，会用个做先发，嘛用个做后援。那巴拿马球队内底嘛有大家真熟悉球员。2号一换，回棒落空，又打者的是遭到了3阵形成的2出局。正中新兄弟的球员奥特罗今年就伫巴拿马 A 组的名单内底，出战的球员内底，有5位是大联盟现役的球员，其中投手阿米博利亚捌是天使队主力的轮值表现真好，真侪人拢以为讲先发可能就是伊。球迷对这边世界棒球经典赛拢真期待，嘛为家己支持的球队送祝福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